透过多项传达消息，已经是现代沟通传播上袂当欠缺的媒介。绘本大部分拢是以图画为主，文字为辅。最近绘本的市场愈来愈流行，外国有真侪精彩的这种作品嘛，去互陆续引入来台湾。同款台湾最近几档嘛有经济创作者投入于绘本的创作，透过展览期待，当互观众更了解绘本的演变历史，佮对台湾视觉文化相关产业的影响。在这个展览里面，其实跳脱了过去，就是着重在比较是儿童文学这样子的一个角度。我们从国外还有从台湾就是借到了非常多重要的文化作品。那这是我们想要让大家去看到说，其实绘本它除了说就是儿童文学的这一块以外，其实它也有很多就是关于视觉艺术，然后透过这些艺术品，我们怎么跟世界接轨。另外，其实在这次的展览里面，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关注一些，其实很多绘本不是只给小朋友看的，很多绘本其实也是大人他们去表达他们自己心理成长。展览透过另外分区详细的介绍，会当看到穿越世纪的珍藏绝版册，佮有经典的插画，嘛展出真侪当代知名绘本艺术家的原作。另外，佮有台湾家己的绘本艺术家郑明进、刘伯乐、周俊生等，因的作品嘛伫展览中精彩来呈现。这次展览除了展出这些书本的原画之外，我们也设计了一些比较轻松的场景，像是有一些有些书本可以让观众亲自阅读，还有一些照相打卡的地方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参观。因应绘本的发展，佮有交流，国立台南艺术大学佮有台南市美术馆共同合作，希望会当带大家做伙来穿越时空，共同探索绘本的奇异世界。展期对2月24号到4月24号，欢迎大家热烈参加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